我觉得黄珊珊很好很正直，很有正义感，是非观念很清楚但是这个我们人生嘛，总会有一次两次做错选择的时候。我头一次看到那个画面嘛，因为以往咨询的时候，那市长站上面，结果没想到今天那本来平常市长站上面两旁的文武百官就没想到今天那个珊珊副市长就坐在画面的正中央确实我今天就火力就好朋友嘛。柯文哲对亲民党的做法，我4个字形容连根刨起。黄珊珊是亲民党宋楚瑜的掌上明珠，林国成尤其他的千金，那么这是亲民党长期培养的，等于是中生代跟幼苗。那柯文哲这一次等于就是说3代，连最青年这一代，柯文哲也连根刨起他把林议员的千金也挖去当他民众党发言人。那我觉得我们政治除了这个理念、现实以外，其实政治不应该超脱人性啦。就是说，5年来柯文哲，你用所谓的你要组在野大联盟来号召、来崛起嘛，结果这5年来，真的跟你一起在野大联盟的，就是亲民党啊，就是宋楚瑜啊。5年来，宋楚瑜亲民党对你柯文哲不离不弃，结果柯文哲你到今天，你对这个亲民党对宋楚瑜，你吃干抹净，而且连根刨起，这个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在我看，所以那在柯文哲，你对亲民党对宋楚瑜吃干抹净，用完即丢之后，你现在还寄望是不是能够来运用亲民党那一张2020总统大选的入场券？所以那这个是更不可思议啊，更不可思议。我认为宋楚瑜先生基于他们的党格，基于亲民党的生死存亡，已经被你柯文哲糟蹋至此。我想他不但不会出借这张入场券，而且宋楚瑜先生应该会自己粉墨登场再度出战